年28即係農曆12月28日，係過年前嘅重要日子，主要係因為習俗裡面有洗邋遢同埋把面法呢兩大事項。禁忌主要都係圍繞住唔好破財、唔好招晦嘅原則。通常都會做嘅事包括有洗邋遢，徹底清潔屋企，好似抹窗、拖地、洗鼻。咁至於個人方面就洗頭、換衫。廣東人又會用碌柚葉或者香茅草煲水沖涼，寓意驅邪納福。亦都有把面法嘅習慣。北方人會係28發面、29蒸饅頭，而南方人就會打年糕，寓意年年高。饅頭整成核桃、好意頭嘅造型。當然唔少得貼春聯、窗花，例如魚躍、龍門等等嘅圖案、年畫，好似門神、福祿壽諸如此類咁啦。亦會拜神祭祖，表示敬意。有要做嘅嘢，當然亦會有一啲禁忌要注意。唔好搬屋，忌打爛嘢，唔好借錢，唔好殺生。女仔唔好返外家。年28係送舊迎新關鍵日子，洗走啲晦氣，預備新年福氣好運嘅來臨。所有禁忌都係為咗要趨吉避凶，祈願平安發財。喺呢度預祝各位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恭喜恭喜！